天父爸爸，你爱我，我要天天赞美你，大声欢呼感谢你，天天来爱你。耶稣是我好朋友，我要天天赞美你，困难来了不害怕，天天来爱你。啦啦啦啦。唱这首歌讲的赞美的孩子最喜乐，大声唱歌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。阿老上帝是一个咱应该做的代志，因为天父恩典真正大，天父恩典足大，大家拢咧引带，互咱做伙来唱这首天父恩典真正大，天父恩典真正大，你的引带。拢在做伴，咱着想念伊的恩，历历永有存。好在的艰难变成欢喜，欢乐变福气。伊的较引带，互咱稳定拢无散。有这么大，咱着落开声吟诗，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。天父恩典真正大，天父恩典真正大，你的引带。咱着深晓伊的恩，历历永有存。好在的
起来唱，凡事都能做。心事未曾看见，依然仰望世
学这一批主日学小朋友，就是以主日学小朋友的身份，最后一次带敬拜赞美哈，因为因拢已经跳上圣经班啊。那这一次其实，每一首歌、每一首歌拢是囡仔家己选的。啊，我感觉囡仔袂晓，可能唔知要安怎去表达因心中甲上帝的关系，但是咱对因选的歌会当知影吼。其实你看，赞美的孩子最喜乐，每一个囡仔伫唱歌的时阵，拢是充满着喜乐。因自细细汉仔就开始，对爸爸妈妈选歌，甲准因已经有能力，家己心中的感动，选歌来敬拜上帝。伫唱歌的时阵，总是充满着喜乐。天父恩典真正大，囡仔甲咱讲，上帝恩典足大的，逐工拢伫因带。我觉得迄嘛是囡仔心中真正对上帝的那种感动哦。那云上太阳，无论是伫个什么款的境遇，总是咱知影，上帝就是伫遐，不管是关山还是伫个幽谷，咱拢知影，上帝拢为咱备办更较侪恩典，高价的恩典，互咱用，凡事都能做，不管是。通常囡仔嘛会拄着困难啊，咱大人嘛会拄着困难啊。总是这首歌，上帝的话甲咱讲，不管安怎，咱拢知影上帝掌权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所以，其实有时候在看他们，特别最后你看，保护我的是耶和华，孩子们都知道，甲咱保护的是上帝。其实对因选的歌，咱知影上帝嘛。对，伫个因的生命内底造成足大的影响。上帝逐工伫保护因，互因每一天平安大汉。那连刚还是会看到他们继续站在台上，即使他们会以圣经班的身份继续甲大家来做伙敬拜。最后，咱要来唱这首《耶和华祝福满满》。无欠缺啥物，山顶的百合花，春天很芳美，总是全能的上帝，每日想事真福气，予地上花加加实，献出疼痛的根基，耶和华祝福。亲像海边土沙，稳定主爱的到万世代。我要举手敬拜伊，出欢喜的歌声，学了千上伊名永无双。田中的白莲花。无欠缺啥物，山顶的百合花，春天很芳美，总是全能的上帝，每日想事真福气，予地上花加加实，献出疼痛的根基，耶和华祝福。稳定主爱的到万世代，我要举手敬拜伊，出欢喜的歌声，学了千上伊名永无双。耶和华祝福满满，亲像海边土沙。稳定主爱的到万世代，我要举手敬拜伊，出欢喜的歌声，学了千上伊名永无双。好，请咱备办心来准备今日的敬拜。
正走角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落摇花，凡啊伫我内面的，也着学落伊的性命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落摇花，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运费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医好你拢总的病。伊救赎你的性命，脱离死亡，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免流。用好物祝你的心愿，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落摇花。世间情人拢着添情，虔诚行伫面前，无伫我如世间小事。上帝降临伊的圣殿，咱着敬拜心敬虔。所以这时，咱来吟圣诗207首，来学落上帝。圣诗207首，这是光明的日，光明大大凸显，我心黑暗。求你照光，永远做你圣殿。请咱起立吟全首。这是光明的日，光明大大凸显，我心黑暗，求你照光，永远做你圣殿，这是安息的日，安慰了苦艰难，心心也深深苦乱着，求主扶持帮助，这是平安的日，平安满我心灵，当我烦恼已经消无，温情我也拢平静。这是基督的日，求主降临出现，帮赞我心恩天做主，何地甲你相连。这是个我的日，
这是咱犹原徛咧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也这请坐。这是咱三角来启应，启应文第25篇，启应文第25篇。我要举目望山，我的帮山是对耶和华来。伊无要互你的骹摇掣，保守你的是耶和华。日时太阳无伤你，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。日出日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。阿免。这时搁来吟圣诗27首，圣诗27首。上帝做阮代代帮山，也是将来仰望，互阮闪避大影风台，永点安稳所在。请咱坐咧吟全首。这时压头三角来祈祷。亲爱主耶稣，伫旧的一年，阮算小耶和华满满的祝福，阮献上满心的感谢。伫新的一年，阮要有新的开始，新的愿望。
仰望伫阮头前的是流年甲蜜的所在，是上帝应允同在喜乐，享受耶和华伊力的人生。虽然阮毋知将来会怎样，也毋知会发生啥物代志，总是阮知主的慈爱是信实的，的确要甲阮同在，也要做阮的帮赞。阮日子做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来听主上帝，做你真实的囝儿，用圣经的话做阮属灵的美娘，用祈祷来摇动你的手，将圣经的教示行伫阮的生活中，做阮生活的准绳，成做阮的帮赞。创造万物的上帝，感谢你赏赐阮新年的开始，有一家做伙团圆的日子，伫家庭中，阮用基督做中心，大大小小拢倚靠主，互主要所有快乐来成做阮的盾牌，成做阮的帮赞。伫新的一年，保守阮的家庭出入拢得到平安，保守阮工作顺利，保守阮的细囝伫求学也是工作过程有主要所甲因相同行，赏赐因智慧，保守因平安。愿将阮的家庭交托伫你手中，求你看顾保护。亲爱的主，你通过以赛亚甲阮讲，你着互软正的手勇行，无力的骹头有自在。主啊，愿在伫教会内，阮是耶稣基督的肢体，阮的身躯边有灵魂体软正，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，拢需要阮互相扶持。伫天气寒冷的时，互相关怀，互相带导，用上帝话来相安慰，互阮的兄姐得到勇壮，无力的骹头有得到自在。互阮的教会来成做健康的教会，三听的肢体。阮也要感谢你赏赐安息日，赏赐阮宝贵的机会，领受你的祝福，互家己心神安静，互上帝话进入阮的生命中，来洗清阮一年来的野心甲劳苦。面对新的一年，有上帝祝福，有圣神的帮助，伫耶稣内，阮拢是一家人，阮要互相相听，互相扶持，做坚固，做伙来坚固你的教会。我要将早起的敬拜交托伫你手中，求你亲自来成这个祭坛，来荣耀主。我来感谢祈求，拢是靠主圣名，阿免。这是俄勒正生活队。
咱即时三个来强守上帝话，记载伫创世纪49章第1节到第2节、22节到26节以及28节。咱先来看第1节到第2节。雅各叫伊遐个囝来讲：恁拢自执，我要将恁日后所会拄着的事，甲恁讲。雅各遮个囝，恁着自执来听，着听恁老爸的话。咱搁来看22节到26节。22节，约瑟是熬结果子的树枝，伊的树枝伸出墙外，射钱的人大伤害伊，用钱射伊，困迫伊，总是伊的经游完暗，伊的手也得到有力。这是对雅各的全能的手，对这就有出目者。以色列的石盘。25节，也对你的爸的上帝，伊要帮助你；搁对遐个全能的，伊要祝福你，要用天顶降落的福气，深渊所藏的福气，以及这年生产的福气，拢要互你。你老爸所祝的福气，赢过我的爸公所祝的福气，直到永世代的山岭。极头的边界，这福气要降落伫约瑟的头壳，临到迄个甲兄弟特别的头壳顶。咱搁来看28节，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，这也是因的老爸对因所讲的话，甲因所祝福的，拢是照大人的福分，甲因祝福。咱搁来看新约圣经罗马人书第8章35节到39节。第8章35节，之罪要过长，咱伫基督会疼，或是患难，或是困苦，或是困毒，或是夭饿，或是脱体，或是危险。迄是来倒啊！亲像所记载讲，阮为着你的缘故，终日受死，看做亲像要刣的羊。反正伫遮个隆重的事，咱对听咱的得胜较有存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现今的，是将来的，有权能的。是悬深，是深，也是别个受造的物，拢袂会过长咱伫上帝听，就是伫咱的主基督耶稣所有的听。以上。讲道愿耶和华做你帮助的，咱请庄牧师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要对将近4000年前的一个故事，咱伫上帝面前也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伫新的一年2021年，愿天父上帝做在座兄弟姊妹恁的帮助者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大权能的天顶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我要恳求天父上帝，你诚做阮的主，诚做阮的上帝。也诚做阮的祝福，
也正做阮的帮赞。主你的圣会恭敬将当信的兄弟姊妹，因人生的道路，因所行的脚步，拢仰望伫上帝你的掌权。主你保守阮穿平安的鞋，互阮手捧的杯满满。也愿你的圣神将迄个平安放伫阮的心头做定，互阮大大细细伫新的一年见证上帝你就是照顾阮的上帝，你是以利以下的上帝。阮要强读你的话，用阮你的奴仆所宣读的话语，会通进入人的心，亲像日出的光，像是春天的风，互人得到造就。愿主你甲阮三甲伫地，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伫350年前，有一个牧师，伊叫做 Thomas Watson， 伊写一本册，叫做《Heaven Taken by Storm》。这本册的名的意思就是鼓励兄弟姊妹，伫人生的风雨风涌的中间，犹原勇敢向前行。因为耶稣讲，天国是努力的人会通得到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人生中间拢会拄着风涌。这本册的册名的另外一面的意思就是，伫人的人生中间有时会拄着风涌，地靠地心绝望。也在咱人生中间，你甲回想，你感觉拄着艰难，互你惊吓、软正绝望。这本册的册名另外一个意思就是，我伫风涌中失去了我对天顶天堂的愿望，我感觉已经无去啊！上帝伫我早前所想述我的迄个愿望信心，因为风雨降临，一切拢空空啊！这本册的册名叫做咱今仔日做伙读圣经的祈祷。所以，即使咱伫2020年有拄着风涌艰难、流目屎惊吓，兄弟姊妹，愿咱坚持，因为天要光啊！或者咱嘛会当讲，天已经为我开。今仔日的新约罗马书第8章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日这两段圣经，如果你若感觉讲上帝写伫圣经内底祝福，是一定会照安尼做的。兄弟姊妹，倒去一定要甲这两章对头到尾拢读了。牧师为着讲道的缘故，赶省迄个时间，所以斩头斩尾经几节。但是今仔日的圣经罗马书第8章对头到尾，其实有一个最要紧的主题，就是上帝所想述的信心、愿望、仁爱，永远袂无去。罗马书我阁讲一摆第8章，上帝所想述的信心、愿望、仁爱，永远袂无去。伫风涌中，我犹原有信心；伫绝望中，我犹原有愿望；伫无人关心我的时，永远有上帝会听。这叫做永无隔绝的信望爱。但是牧师所读的这段是伫尾啊，伊讲无有任何的人、任何的事会通隔断天的上帝互我的听。换一句话就是，这份听是无人会当对我心中甲我摕去的。这个愿望是无任何的权力，包括魔鬼，嘛袂当将上帝所想述的愿望甲我摕去。嘛无任何的代志甲价值利益，会当将我的信仰卖掉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祝福咱今仔日敬虔的组织，伫礼拜日共同的敬拜。兄弟姊妹，你相信今仔日你来敬拜上帝，要成做你的帮赞吗？你真正相信吗？兄弟姊妹，愿圣神
将伊的话，佮重新读一摆，互你听。创世纪49章是创世纪，就是圣经的第一本的最后结论。伫迄个中间咧讲起一个家族，就是雅各的家族。这个家族到今仔日还伫咧。这个老爸雅各，伊伫临终的时，甲伊12个囝祝福。牧师今仔日所请师会的长老所读的这段经文，只有祝福一个人，其实毋是。恁应该重新对看48章、49章，伊不但祝福伊12个囝，伊嘛祝福伊的孙，就是约瑟的以法莲、玛拿西。而且伊的祝福伫迄个中间讲：上古之灵的宝物，永世之灵的宝物。上古之山的至宝，意思就是古早，上帝创造天地的时，伊所已经藏伫即个山头、地上、深渊，所有遐个宝贝。今仔日你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要将伊摕出来互你。雅各最后伊要临终的时，伊甲伊的囡仔祝福安尼讲，伊讲。你的老爸的上帝，就是全能的，伊要成做你的帮赞。我阁讲一解，你的老爸的上帝，伊是全能的，无所不能，伊要成做你的帮赞。如果牧师若有权柄，也是讲有担保的权，有迄个能力，会当甲你祝福。这就是咱伫礼拜中间听圣经的话的意思。上帝通过咱的教会，通过伫圣经的讲解者，伊将伊的祝福，搁一摆亲像圣餐摆伫恁的面前。恁讲阿们，摕来啉，恁领受，上帝就成做恁的帮赞。我的爸祖，就是我的老爸，我的阿公。伊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，伊是以利以下，就是帮助者，是全能的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，无论什么种的方法，拢袂通加当我对你的话靠。除了你以外，我无别的上帝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咱伫上帝面前有坚持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就是一种真神圣的坚持。对我头一日相信上帝，到我一生的落尾，我拢要经历伊神圣的力量，因为伊是全能的上帝。圣经的原文叫做 El Shaddai，El Shaddai 就是全能的，无所不能。兄弟姊妹，咱今仔做伙组织伫这个所在。其实就是羡慕这个千古以来千秋万世人类目睭看袂到的天顶的上帝，恁相信吗？兄弟姊妹，咱同心来领受。今仔日的礼拜就是甲4000年前的上帝的子子同款，咱伫伊施恩宝座前，咱领受伊所为着咱祝福的。愿咱纯粹双手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我感谢你，我深深相信，对我少年到我一生的路尾，有真侪人爱移民去美国，嘛有人爱移民去欧洲，因为着要移民来做真侪准备的工作。兄弟姊妹，有一日，咱毋是要移民。咱要转会员籍去咧天顶的天堂，恁有想到安尼吗？恁敢无相信？有一日，恁要受主的权能，甲恁抱，甲恁高举，受提到天顶的天堂，伫个所在来敬拜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无人会当自然而然真侪敬虔的基督徒。做基督徒就爱耶稣的价，而且
敬虔准备保守咱的心神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得到祝福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，上帝做恁的帮助者。除了上帝以外，无真正的帮助。兄弟姊妹，帮助有足多种啊。有一种的帮助叫做小弟，我若做老大做党的，我的小弟是甲你甲我赶骹棒的。兄弟姊妹，你的上帝是咧甲你赶骹棒的上帝吗？不要太小看上帝。咱的上帝的帮助是全然的，是尊贵的，毋是干那你叫来找用安尼尔。有真侪基督徒并无真正认捌这个上帝。这种的帮助就像光照入你的心头，你忽然明白，今仔日我所追求的荣华富贵，原来可能拢是空空。这个帮助者是光，是活命，是真理，是权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建立咱的信心，互咱的信心是坚定无摇动。亲像咱的老师保罗，伊伫2000年以前讲：“我深信，我深信。”兄弟姊妹，你深信你即摆所来追求的信仰吗？无基督徒会自然而然有智慧甲明白。所有基督徒拢是通过训练、通过学习、通过经历、通过破碎家己，伫上帝的面前谦卑，听圣经的话，改变思想甲习惯。保罗咧讲我深信的事，是一个极端付出的代价，面对着苦楚、死亡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要入去礼拜堂进前，你领受圣餐了后，要回味无穷。你领受圣餐了后，你要甲上帝讲：主啊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你所予我的生命是一个甘甜的，是一个无欠亏的，是一个实实在在阿们的。愿天父上帝听咱众人的祈祷，将这份永远袂无去，永远袂通隔断，无人会通夺取。上帝会听，这个听踮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内底。牧师拄则甲咱邀请提醒讲，今仔日倒位了后，如果你若靠步，你重新甲罗马书第8章对头到尾读。伊毋是讲上帝的爱是永不止息安尼尔，其实伊咧讲起你的信心、你的灵魂、圣神踮伫你的内底，你的愿望。人所追求的愿望是看会到的吗？还是追求迄个目前我看袂到，但是我深深相信伊存在？愿天父上帝将这个信望爱，让恁显明，互恁知影恁信什么。互恁的心中，互咱的心中有愿望。无论环境安怎改变，咱永远有愿望。无论咱的亲人离开咱，到年老的时阵，上界无好的起码一感觉，就是朋友一个一个少啊。愈来愈感觉孤单，囡仔愈有能力的走愈远。等到人生最后的时，有时会孤单，但是若有上帝，咱心内无孤单。咱中间的长老娘，就是牧师妈真好姊妹，伊一个人，但是伊从来都无感觉，一个人有啥物通惊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心中若有上帝，就永远无欠亏；心中若有上帝，就永远无孤单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这就是今仔咱所读的新约的经文，罗马书第8章，永无隔绝、永无阻绝的信望爱。兄弟姊妹，牧师今仔将圣经内底宝贝，搁一摆邀请咱做伙恭敬来领受。相信的人就要得到，
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求你帮助我，毋通到我上天堂，才互我知影上帝你存在。耶稣祝福伊身边的门徒甲学生，伊讲：恁也未死进前，恁要领受上帝的权能。兄弟，恁愿意吗？咱甲上帝祷告，上帝你的恩典若是遐尼宝贝，莫到后日，莫到将来，上帝今仔日就祝福我。阿免吗？兄弟姊妹，信仰是一个享受，信仰是一个锁匙。上帝通过这个信，你所拍开的门，你一入去了后，你会发现讲：哇！这间厝较遮尔水，这间厝内较遮尔多宝贝，遮尔多荣耀，遮尔多我毋捌看过，真特别的。上帝伊的美丽，伊的慈爱甲丰盛。愿天使为咱开门，无一个人例外。咱无一个人伫上帝祝福的门的外面，伫遐埋怨吐气讲人生是苦海。耶稣讲：伫恁有生之年要活的时，恁要看见上帝国，这是真的。兄弟姊妹，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享受的开始。愿咱伫伊面前，咱出声讲：上帝啊，求你真做我的帮赞。上帝真做咱的帮赞，伫圣经有一个字叫做以利以谢，以利会早，以利以谢。意思就是上帝，你是我的帮助者。咱的一生中间有真侪帮助者，你的老爸老母是你的帮助者，你一生中间所对到贵人嘛是你的帮助者。但是咱人生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帮助者，就是生咱、造咱、创造咱的活命的上帝。圣神，上帝将圣神放伫咱的心内的时，咱才有这口开。这个话开就真做咱的帮助。俗语甲这个开叫做良心。良心若伫内底，人才会当真正活出来，迄个生命真正的本性。求天父上帝真做咱的帮助。今仔这个圣经创世纪49章咧讲起雅各甲伊12个囝儿祝福。兄弟姊妹，你若共读这段圣经，你会问几个问题？第一，为什么这个老爸敢若将逐种的好拢放互雅各？啊，其他11个囝儿并无一定拢讲好听的话呢？因为雅各知影讲，我讲较侪好听的话，若无实在，上帝嘛知，所以伊是用上帝的眼光咧看伊12个囝儿。创世纪49章其实是一个年老的长辈，伊经过风花雪月，人生济济，伊用一个智慧信仰的目睭定心来劝勉伊12个囝儿。所以换一句话，为什么独雅各领受特别的祝福？其实兄弟姊妹莫误会。因为雅各会祝福了后，最后稳重一段足细段的话。雅各甲约瑟的祝福，最后伊讲：这个福气要临到约瑟的头壳顶。以及甲伊同款特别的兄弟。迄句话常常互咱读圣经的人袂记。伊讲回别的兄弟，迄个特别的迄个字叫做拿西尔，就是拿西尔人。圣经中间有一个犹太人一个派别，就亲像参孙拿西尔人。检采就是因为雅各的对约瑟的祝福，所以后来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中间产生真侪领袖追求无同款的派别。拿西尔人是一生无剃头毛的，恁会记参孙的故事无？意思就是分别，伊的生命是甲这个世俗人无同，伊是特别出来，分别最圣的。所以雅各甲约瑟的祝福的意思就是，
既若分别做成的人，因拢甲约瑟要领受同款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就去用基督的心重新读。你若读到经圣的话，你就讲主啊，赦免我。你若读到互你羡慕迄个英文甲祝福，你就纯粹双手，你甲上帝讲：上帝，伊有的，我嘛要有啊！啊，这恁敢有这种祈祷的习惯？上帝，你祝福迄个人，迄个人有遐尼，互我羡慕的稳定，主啊，伊有我嘛要有啊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，毋是干那听礼拜，约瑟祝福伊12个囡仔。其实，介简单来讲，其实是照因的态度。所以，什么人会当领受上帝祝福？伊的态度已经决定有甲无，会甲袂。上帝祝福是因为人，因为信的回应。你对信心的中间，你产生分别出来，甲这个世间的世俗做观念，你决定互上帝话。得到高久，上帝祝福就临到你，会行行顺顺。上帝兄弟姊妹唔通清清彩彩，因为咱只有是100年的身躯，所以咱管不了那么多啦。我的囝儿孙因兜的代志啊，伊家己啊自求多福，有无？兄弟姊妹唔是安尼，一个义人的士大人长辈会祝福到伊的囡仔，永永远远。咱来去想这个问题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雅各最后年老的时候，第1节、第2节，雅各甲伊12个囝儿叫来讲：恁拢来，我要将恁日后所拄着的代志甲恁讲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如果讲道，那是上帝亲自来讲道，伊甲你讲，我要将恁日后所要发生的代志甲恁讲，恁会紧张无？上帝伫我的人生中间，到底是讲责备严格的话，还是讲鼓励接纳学老的话？老爸叫伊的囝儿来讲，我要将日后的事甲你讲。兄弟姊妹，要会付。圣经讲，趁着有光，就爱把握时间，趁咱要活的事，认真做上帝光明的囝儿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我，帮助咱。约瑟雅各伫伊最后安尼讲，伊讲我已经讲了啊，这所有的这预言，亲像算命的，伊甲伊12个囝儿讲，这我已经拢甲恁讲啊，这是恁老爸的话，是照恁逐人的福分，而且照恁逐人的福分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捌想过一个问题？伫我生命的杯内底，上帝甲我缀啥物？愿天父上帝将积水无欠缺，丰盛满足福分无保留。因为上帝毋是一个偏心的士大人，既然你敬爱伊，上帝要叫伊为咱备办的。你会记得圣经讲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这段圣经你了会记吗？兄弟姊妹，你期待上帝为你备办啥物？圣经耶稣讲一个譬如，伊讲敢有迄个老爸会将那个蝎子，就是芥仔虫，迄个尾仔会讲搭的迄个，伫沙漠，迄个蝎。伊讲敢有老爸会雕工将迄互伊的囝儿吗？上帝绝对袂安尼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咱捌伊较深。那么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搁一届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亲爱的圣神，求你教我读圣经，因为我要对圣经的内底找到。你伫4000年前，你伫古早就已经台伫上古之山的至宝，永世之林的宝物。雅各安尼咧讲就是讲，古早咱的祖先还未出世，大山小山还未造成，上帝将伊所有一切稳定甲宝贝，就放伫大海，放伫大山。
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祝福放伫恁的内底。这是雅各对约瑟的祝福。伊讲：你的老爸的上帝要成做你的帮衬。兄弟姊妹，咱的天顶的上帝要成做你的帮衬，你相信吗？伊的名叫做全能、全能者，叫做shaddai。咱的上帝的名叫做耶和华，伊的手中有无限量、绝对的权柄。这个全能的要赏赐祝福给你，所以雅各甲约瑟祝福讲：你伊的对敌业钱甲伊写，但是雅各踢开经。伊讲雅各踢开伊手中迄个钱甲经的事，伊讲上帝的手就亲像伊的教练，一个咧学写钱的囡仔，伊的教练就换伊的双手，伊的教练的力量就成做伊的力量，伊的老爸的力量就成做伊的囡仔的力量。所以这个约瑟，伊既然踢开伊人生属灵的武器。天顶的上帝，伊就成做伊的帮衬。啊，这你愿意这个上帝的手，成做你的手吗？这叫做以利以谢的手。今年教会要送咱的胸章，就是以利以谢的手。上帝的手成做帮衬你的手。另外一个意思就是，你嘛爱成做以利以谢的手。咱的手，毋是为着照顾咱家己尔，咱的双手要将做上帝帮衬你身边的亲人朋友的手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对地，约瑟的祝福临到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天顶所降落的福气，伫大海地上深坑所藏的福气，拢要互你。阿们嘛，你相信吗？你真正相信吗？你相信伫无中间创造万物的上帝，伊要成做你的帮衬吗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捌伊较深，一日一日，通过真正的经历甲领受，有得到才准算。咱甲上帝讲，我无爱永远做一个听讲道的基督徒，永远咧听庄牧师讲道。我细汉的时候，拢感觉阮教会只有一个牧师姓苏，伊迄个牧师嘛，足久伫阮教会30-40年，苏天明牧师。兄弟姊妹，毋是信牧师，是信牧师所见证迄个祝福人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咱伫上帝面前领受雅各对约瑟的祝福。雅各安尼讲：我的上帝，伊是全能的，伊要成做你的帮衬者。这是整个49章创世纪49章的金句，伊最重要的一句。我的12个宝贝仔囝，你来敬畏上帝，因为恁老爸的上帝是全能的，伊要成做恁世世代代的帮衬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重新决志，咱甲上帝讲：我愿意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尊你最大。49章24节的后半段，这个括号雅各就得到帮衬，这个是圣经无的。为着要互恁读这段经文的时，知影讲到底这段话是咧讲什么人，所以牧师特别甲放伫迄个所在。雅各伊所要得到的帮衬是3种：第一，伊踢开迄个弓的时阵，以色列的大牧者成做伊的帮衬者，顾守伊。以色列的石盘，以色列的El Shaddai大权能的。这段短短一句话内底讲起上帝3种的权能，后代以色列人就安尼讲起伊的上帝。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亏，恁会记无？所以后来以色列人讲，我的上帝是耶和华以勒的神，恁会记这句话吗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为我备办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备办所有的粮草，我的性命顾守我。耶和华是我的石盘，有一段话记载在撒母耳书，伊讲到今仔日，我列祖的上帝犹阁咧帮助我。伊讲，因为安尼，所以我捡石头起这段，石头就一变，以色就是帮助。所以后来甲迄个起这段的所在，号一个名叫做以便以色。以便以色意思就是，到今仔日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恁注意，到今仔日，上帝要听咱这12个支派，所以咱做礼拜的时，以便以下设立这个这段，咱的上帝就是这个大官领的，伊的名叫做耶和华代。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上帝的面前领受上帝祝福。上帝祝福人无偏差啦。创世纪48章雅各，伊先祝福伊的孙仔，然后再祝福后生。所以48章咧讲起伊祝福马拉西甲以法莲，以法莲是老二，马拉西是大囝。但是这个约瑟传两个囝来，甲大囝放咧雅各的这边，甲第二个放咧这边。伊恶望伊的爸爸安尼换手，大囝祝福，第二囝祝福。我想着雅各都安尼甲伊祝福。约瑟讲：爸毋对啦，这个大孙啦，这个二孙。伊讲：我知啦，交囡仔。伊讲：上帝就是要安尼祝福。兄弟姊妹，耶稣敢捌讲过一句话，讲：在前的将要在后。耶稣也未临到传福音的时，圣经讲咱就明明有这种的意思。先走的无一定赢，在前的无一定，最后犹阁是在前。有的要阁互伊，无珍惜的，连伊所有的嘛要收回。兄弟姊妹，愿咱读有圣经的话，上帝祝福毋是不明不白，上帝祝福是有理由。甲人分别最上的态度有关系，所以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应该恭敬来问讲：什么人会当堪得领受这个圣餐的杯？无需要到读洗礼了，拢会当啊。是有洗礼的人，拢会当领受这个圣餐的杯。但是真正通过这个圣餐的杯得到祝福的人是什么人？是真正将葡萄汁装作上帝恩典的宝血，安尼啉的人，这个圣餐才会当真做你的祝福。我配吗？兄弟姊妹，论真讲，咱中间无一个人有资格捧耶稣的杯，但是就是因为咱无资格。所以耶稣才设立圣餐，伫咱做未来的时，耶稣进入咱的生命，做咱的帮助。咱若要听候咱的品格拢完全，你等未到迄日，我嘛等未到迄日。但是咱的主耶稣讲，求就互你。因为我的名缘故，天父上帝就要为恁拍开天顶的门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这是教会牧师伫感动的中间为恁的祈祷，愿耶和华做恁的帮助。阿们吗？主，我感谢你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通过教会祝福我。伫新的年，我要邀请你做我的帮助者。
你愿意邀请这个上帝做你的主吗？伫各种的事顶悬做你的主，通过圣经的话，带你行人生的道路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请会记得，既若是互上帝蒙着的人，有这种的信心，无论环境怎样，绝对袂当苦楚我。所以后来以色列12个支派最后写一本唔知影作者的一本圣经的批，叫做《希伯来书》。希伯来书就是以色列人的后代咧回应因的祖先所讲的各种的故事，然后伊讲：我的上帝若帮助我，这个地上的君王算什么？这句话真严重呢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我的上帝若帮助我，罗马帝国迄个国王算啥？哦，这句话是毋是咱听人这温柔尔？若有主做我的帮助，人要写对我奈何？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你，互你有这种的信心。然后上帝跟我同行，伫这个世间无什么通惊吓。然后上帝跟咱同行，伫人生道路就无什么通惊吓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咱伫主的面前，为着咱家己的信心讲，主啊，我愿意安尼相信，但是我的信心无够，求你帮助我。这句话是一个老爸老目屎。耶稣讲：你相信我会当医治你的囡仔，偷帮你的囝吗？这个老爸讲：主啊，我相信，但是我的信心佮带有烦恼，做我的信心无够。主耶稣就互伊经历到鼓励、应允甲帮助。这个老爸伊的囝是互魔鬼困住，摔来摔去，人带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伊的囡仔伫老爸的目睭前安尼摔来摔去。耶稣吐气讲：这个世代啊，伫耶稣的手中无什么无可能。人类活伫这个时代，互鬼附身的人愈来愈少，但是互骄傲的鬼、骄傲的鬼附身的人愈来愈多啊。古早的鬼就是互你安尼摔来摔去，敢有影？但是即摆有真侪太可鬼啊！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将这个黑暗的关系对咱的家族偷开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要经历到上帝伫咱面前的帮助，这是咱的祈祷。主求你帮助我伫风雨中悠然、坚定、勇敢活落去。这好无？咱只会伫上帝面前来决志。虽然检查马上无法度马上改变我的环境，甲我拄到的境遇，但上帝我坚持来仰望你。独独只有恳求你赏赐我气力，活落去，行去，勇敢向前行。伫风雨中，所以耶稣讲，天国是强的人厝去，天国是努力的人得到的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安尼来勇敢向前行。第二个祈祷，兄弟姊妹，你敢真正认捌你即摆咧敬拜这个上帝？你捌这个上帝偌深？牧师的责任、教会责任，就是带咱认捌上帝，通过礼拜，通过查经，通过安静的祈祷。所以教会所有的聚会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帮助人认捌上帝。兄弟姊妹，你接近上帝这么多年，
你问你家己，你捌伊偌深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圣经是一本见证上帝对世间人的怜悯甲帮助的一本册。咱的上帝的名叫做 El Shaddai，El 就是神， Shaddai 就是全能的上帝。这个全能的上帝要帮助你，这是咱的信仰的前辈雅各，伊所留予所有信仰的家族，毋是干那约瑟。伊讲全能的上帝要帮助你，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恁离开礼拜堂，要进入拜一、拜二、拜三、拜四、拜五、拜六，关于上帝的良善甲伊的权能，甲恁三甲伫地。然后恁祈祷讲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咱的上帝是El Shaddai的上帝，咱的上帝是以利以下的上帝，咱的上帝是以便以下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伊的权柄，伊的扶持，伊的陪伴。坚固亲像石盘，以便的意思就是石盘、石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这是今仔日的经文。以利以下，以利以下的意思就是，我的上帝是我的帮助者。这是咱教会伫2021年咱所设定的一个共同的目标，领受上帝的帮助，正对上帝差遣伫这个世间的帮助者，用你的专业，用你的手，用你所做的各种的代志，正做你身边的人的帮助。上帝大大祝福恁，恁所领受的使命，恁所做的事业，恁的家庭，得到上帝的帮助。恁嘛正做亲像约瑟，是帮助伊身边的人。做基督徒应该袂使信不明不白，咱的信爱有根基，有根有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所以什么是圣经上咱所记载的帮助？我要甲咱讲三项。第一是完整的帮助，无欠过的帮助。顶礼拜但牧师的讲道所运用的圣经是希伯来书，伊讲。咱通坦然来到主施恩座前，领受伊的怜悯，做咱及时的帮助。有人回应甲牧师分享讲：“哦，牧师，我足爱这个及时啊！只是空闲的田，欠缺田水，忽然上帝落一阵大雨。上帝的帮助是招庇的。”拄则我讲一句足俏皮的话，讲咱的上帝毋是甲咱敢若刮骹棒尔，那安尼咱太小看咱的上帝。上帝啊，你要照我的意思，毋是我照你的意思。这种人就是甲上帝当作刮骹棒的，拢行伫上帝头前，毋是行伫上帝后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伫伊的手中要领受非常非常有价值。上古勇士这两个字，对古早到今仔日，圣经讲时在、今在、永在。上帝是早伫地，今仔日伫地，将来嘛永远伫地。主帮助咱，这就是专业的帮助。保罗伫伊的提摩太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，伊讲：愿赏赐平安的上帝，亲自予恁全然成圣。互恁伫这个世俗顽强悖逆的时代，诚做良善、清气、无瑕疵的囝子，互恁的灵魂体拢得到保守，无通嫌。如果牧师来当甲恁祝福，这是我对大家的代祷。愿天父上帝保守咱在座兄弟姊妹，灵魂体都健康，灵魂体都平安。灵魂体都喜乐，愿天父上帝听咱共同的祈祷，互咱伫伊的面前有信心的能力，
随是随在，活出美好。基督徒就是伫什么种的境遇，凡事老练。恁若倒去读保罗的批，伊讲我知影安怎过真欠缺丧香的生活。当我大富大贵有真多的资产的时候，我嘛袂骄傲、奢华、变质。真侪地上的人若好起了后，就做鬼作怪啊！无所不至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毋是，咱是知影如何自处。保罗伊安尼讲，我知影安怎过丧香的生活，我嘛知影安怎过。有钱嘛袂当收买我的品格。或者饱足枵过有剩欠缺，我安那凡事拢老练，因为我已经得到迄个信用的能力秘诀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伫最后，互咱真正幸福快乐。上帝所享受的人生，毋是土亏。人一生是70，永壮通到80。其中所有的是甚么？劳苦忧愁，毋是安尼。若有伫倚靠上帝，真正跟对上帝的人，伊要讲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我用这句话来做结束。今仔日创世纪49章26节，以及申命记第13章，拢是同款的记载。创世纪先，然后才有摩西五经的最后，搁来迄4本册，对旧约的头前5本册。申命记咧讲起，愿你的残痕领受上帝的祝福，领受天顶的宝贝、地上的宝贝，搁有得到上古之山的至宝。永世之领的宝物，遐怎么甲背起来？古早上帝都为着世间人所准备的，今仔日伊拍开予我，永世之灵，叫做千秋万世，是一个永远袂变质的，是一个永远有价值的，伫地人，亲像伫天人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领受这个祝福。这两个翻译同一句话，但是无同款。雅各讲，我互你的祝福，直到万世代，直到永世代的山岭，无尽头。雅各讲这句话了，兄弟姊妹，以色列人敢毋是一个，即摆是全世界，无论天边海角，拢有的一个犹太人的民族。对吧？其实上帝通过各种方法，雅各的12个支派子孙，其实犹太人什么所在有生意通做，就有犹太人啦。你毋知影，即摆全世界遍满上厉害的，就是犹太人，超过其他民族。中国人也阁毋是，中国人讲伊是红蚂蚁，所走到全世界各所在。其实犹太人早就已经到天边海角，伊叫做极头的边界。咱无法度想象一个老爸的祝福，4000年后到伊的子子孙孙。这段话无需要甲恁最后一句，最后一行，伊讲毋是干那啉到约瑟尔，嘛啉到迄个兄弟中间特别的，就是咱。这个特别者，和本下做回别者。这个字叫做拿西尔，伫圣经中间参孙因的迄个族，迄个派别，就是拿西尔人。细汉出世就从来毋捌加头毛，因为真多规矩。但是介简单来讲，拿西尔人这个名，这个族，伊最重要就是因坚持相信，因是分别最圣，无互这个世间世俗所参染、污染，所以要邀请兄弟姊妹分别为圣的人，
今仔日圣经的祝福，甲恁有关系。分别最圣的人，今仔圣经的祝福，甲恁有关系。愿地位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咱领受对上帝来，可长可久，属天属地。恁定心得去读这段圣经，愿圣神，互你读到上帝为着你的家族所准备的祝福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嘛永远伫地。耶和华，阮的上帝，阮天顶的爸，阮恳求你。今仔日阮搁一摆读这个圣经的故事，求你互这个故事成做我的故事，求你互这个故事成做阮所有兄弟姊妹家庭的故事。老爸祝福囡仔，祝福孙仔，到代代无尽。上帝，你对创造以来所有比上古之山的至宝，永世之灵的宝物，就是圣神的权能，互人成做有能力的人，伫风影的中间悠远、勇敢、顶天立地。主，我要感谢阿罗你，愿这间教会领受你对天人来的祝福。愿安尼祈祷，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吟圣诗215首，来准备领圣餐。咱来吟圣诗215首，来领圣餐。大家请坐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三甲来领受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归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。主讲：我徛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拍开伊的心门的人，我要进入甲因徛起。甲因啉食，因也要甲我三甲啉食。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伫地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。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着保罗所讲。因为我捌对主领受，也传授互恁，就是主耶稣受卖迄暝，有8饼祝谢讲，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
食了后，也安尼旁边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今仔日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，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咱当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照你的教示，摆设这个饼甲葡萄汁，成做阮灵魂的食物。我们恳求你即时降临伫阮的中间，你亲自来主持这个圣餐。主耶稣，愿你圣别这个饼甲葡萄汁，互伊成做阮的帮赞。我要纪念你，因为你讲，这个就是你的身躯，这个就是新约。是你的会所设立的，愿你圣别交伫你手中，摆咧伫你面前，这个饼甲葡萄汁，互阮众人甲你同齐祷。阮安尼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来，请手结长老甲英红长老来旁边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所听下这咱用祈祷的心来听候咱的主耶稣，邀请主耶稣掌管咱的生命，通过圣餐咱个一摆，甲咱的主耶稣三结连。主讲，这是我的身躯。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原来用祈祷的心，用感谢，用懊恼，咱恭敬来领受主耶稣为着咱所设立这个圣餐。主耶稣，阮伫你的面前亲近你。阮手摕着这块饼，主耶稣，互伊成做你踮伫阮内底的生命。主耶稣，阮需要你。伫人生的风雨中，阮邀请你进入阮生命这只尊者，你平静风涌，你成做阮的帮赞，你成做以马内利的主。主耶稣，这是你的身躯，为着阮拍破的，我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主耶稣，这是你的身躯，为着阮拍破的，我要行安尼来纪念你。所听下这，咱领受这个饼，做咱的帮赞，纪念咱的主耶稣。
食了后，也安尼旁边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，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咱来请终身长老以及庄主长老来旁杯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会所设立的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。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，伫对这边。咱倒手边的兄弟尽量来头前提饼，好不好？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会所设立的。咱倒手边的兄弟，若要领受圣餐的人，恁请咱主动来头前，好不好？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会所设立的。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。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。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咱安静祈祷，感谢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耶稣的宝血所设立的。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的宝血，这是新约，主耶稣会所设立的。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是主耶稣的会所设立的，咱用安尼来纪念伊。咱同齐来领受。逐摆咱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，咱当心来祈祷。愿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你极大会听，互我领受这个圣餐，成做阮灵魂的食物。愿明白，你当我关心真实的听。你也敬愿伫这个世间，伫地上，成做你的囝儿甲查某囝；伫教会，成做你的肢体；伫你的国度，成做你的服役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将阮家己摆咧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你成做阮的帮站，互阮持守这个圣洁的团契，荣光你的性命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咱准备来奉献，回应上帝听。
人客，咱的姊妹叫做陈淑燕姐妹，咱欢迎伊甲咱做伙做礼拜，好无？丽芬姐甲伊介绍来吼。咱真欢迎你来参加做伙做礼拜，上帝祝福你。所以啊，这新的一年，上帝祝咱稳上加稳，力上加力，吼。咱甲咱身边的人讲，上帝祝福你稳上加稳，力上加力。咱做伙来吟这条诗歌，吼，咱吟这条诗歌。耶稣听你，愿做听，甲咱三甲伫地。耶稣听你，你在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愿听你，求你脱离黑暗关系，带你进入感恩国度。哦，耶稣听你，伊会救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阿门。愿做听，甲咱三甲伫地，永远到永远。咱即时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，请即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好无？张嘉丽敢有来？怡轩敢有来？即礼拜生日的人拢无来，敢若庄牧师来。今仔日就是我的生日啦，结果大家拢无伫咧吼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吼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安孝念即礼拜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，无论是浩昌、信根、淑娟、秀英、任何兄、嘉丽、洪伦、孟龙、怡轩，甲我，主安伫你的面前，伫过生日的时，用感恩的心来祈祷。感谢你赏赐父母，互阮有生命；感谢你疼惜，互阮成做你的囝儿。愿伫你的面前有着生日的人，恳求主你祝福因，伫过来一年365日，祝福因日日甲主你同行，享受上帝你所赏赐有甘甜的人生，亲像今日即款的圣经所读的圣经，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赞，祝福因有智慧，通做好的生命的管家，通互主你欢喜。愿伫你面前安尼祈祷，我给所有性命，阿门。上帝祝福咱新的一年，吼，咱下面咱来请师会来报告，请师会报告。这是我来报告，咱来看周报，顶周聚会，请咱家己来看。本周聚会，拜三祈祷会，伫礼拜堂暗时8点。家庭礼拜暂停，青少年团契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，查经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2楼。圣港服侍后礼拜私会，陈英宏长老、领事陈忠胜长老、苏琴、陈美秀执事、苏宪、张世昌执事、房管执事，招待第一组爱餐咱暂停。新安宫读经表，请咱照这个顺序来领修。集体交通，咱今仔日有圣餐礼拜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第二，主日礼拜了后，妇女团契要聚会，
讨论新年度的事工，希望大家踊跃参加。第三，正月17要召开2021年年度的会员和会，请请在职的会员来出席，未当参加的也请请假。第四，正月30日8点半，中中妇女人才训练会，地点是伫咱台北纪念教会，每一人200块。正月18杂志报名。第五，以防疫情扩散，做好家己的保护，配合防疫的政策。咱出席礼拜甲聚会，请大家戴喙罨。第六，请为以下生日的兄弟来代祷。风险报告，请恁家己来看。如果有错误，咱国家人员来更正。代祷事项第一，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。第二，为彰化中会50周年事工来祈祷。第三，为身心欠安的兄弟来祈祷。第四，为教会青少年学校课业来祈祷。第五，为适婚青年的婚姻祈祷。第六，为姊妹教会、韩国富林教会、集集教会、德克达亚教会来祈祷。以上报告，咱来吟上迎圣诗507首，荣光归圣父上帝，荣光圣子圣神，三位一体。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无穷无尽，阿免，请咱起立，吟全首，吟之煞，请曾牧师祝祷。荣光归圣父上帝，荣光圣子圣神，三位一体。早伫地，现在伫地。将来也永远的无穷无尽，阿门，阿门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。甲恁众人三甲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请坐，默祷闭会。